好，咁啊又講紫微斗數。紫微斗數解釋，紫微貪狼同宮，性格、事業、感情、財運綜合分析。紫微星咧就代表權力，代表尊貴，代表領導，代表權威。即係咧，紫微如果能夠用得好嘅咧，就會好容易去發表自己嘅意見嘅人嚟嘅，有獨立嘅思想啊，好好有能力咧解説俾人呢啲一啲做教師類啊嗰啲方式，紫微斗數可以做，紫微可以做到呢樣嘢。喂，貪狼咧代表慾望、野心同競爭力，咁就貪狼咧就代表呢個，即係如果佢化忌咧就有忌藝傍身啦。如果佢冇化忌嘅話咧，佢咧就偏向走花天酒地嘅情況，所以咧佢慾望同野心同競爭力咧就唔覺得有嘅，其實唔覺得有。但係咧，如果貪狼單獨嚟睇咧就得嘅，即係貪狼單獨嚟講咧，佢就比較上咧就功利啲嘢。所以咧，紫微貪狼嘅人咧可以好功利嘅，因為佢受貪狼影響。咁咧就互相影響，形成一個獨特嘅性格同運勢。性格嘅特點咧就追求物質享受同埋權力嘅地位。可以咁講啦，又唔係可以唔係咁講啦。不過我睇咁多相嚟講，紫微貪狼嘅人咧都係庸碌碌多嘅，即係紫微貪狼同宮嗰啲咧，通常都係庸庸碌碌，即係唔係咁強勢嘅運勢嚟。咁佢話享受主義咧就一定係嘅，早期咧一定係享受主義，因為受到貪狼所影響。後期咧就趨向即係教訓別人嘅心啊，即係挑食人哋啊咁樣，即係性格轉變。社交能力咧就擅長公關、交際關係、異性緣佳，呢個係早期咧就一定係。早期咧，如果個男性即係嗰個紫微貪狼嘅樣貌比較標準嘅靚仔嘅話咧，佢應該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多才多藝，到中年嘅時候咧，貪狼紫微嘅人咧就好容易去學習嘢嘅，即係去以前咧就玩樂，因為年紀細，後期咧就變得比較趨向一啲咁嘅思想發展嘅動作，所以咧佢就變成呢一個多才多藝嘅現象走出嚟。嗱，譬如佢做木工咁樣，佢開頭佢跟師傅學嘅時候咧，佢就真係玩嘅啫咁樣。到佢真係做大師傅嘅時候，佢開始諗啦，開始發揮佢嗰個貪狼嗰個力量走咗出嚟，即係話咧有時段性嘅嚇。事業財運事業有成係咪咧就可以有成嘅，但係咧最大問題就睇佢集中點喺邊度咯，即係你嗰個人嘅性格集中點喺邊度。如果佢真係集中喺事業嘅，就又唔似貪狼嘅其實。咁咧就善於競爭就不怕挑戰，呢個係啊，呢個即係俾人詆毀咧，佢都可以撐得住嘅，好犀利嘅。即係你可能咧諸多壓迫咧，佢都冇問題嘅。即係我行我素嘅人嚟嘅。咁咧係好容易去即係擔任要職嘅，可以嘅，冇問題嘅，得嘅，冇問題。財運較好，財運因為咧就紫微咧又唔係主財嘅，貪狼亦都唔係主財。點解會話主財咧？因為紫微嘅財星咧係武曲星嚟嘅，貪狼嘅財星咧就係破軍星嚟嘅。所以咧佢即係佢貪狼係特別啲噶嘛。財富同累積嘅優勢都得嘅咁樣，重視物質金錢
帶來嘅安全感。咁啊係啊，冇錯，可以做呢樣嘢。即係佢好啦，感情問題咧，個個話佢呢個叫做桃花飯主啊。咁啊，桃花飯主好識風流，咁啊應該係啊。咁啊，其實咧你有冇女朋友都係好色嘅啫。你可以睇嗰啲 A 片啊都得嘅啫，係嘛？好色啊，可以儲下啲咁嘅色情雜誌啊。以前啲色情雜誌咧，儲埋一沓一對嗰啲嘛。咁呢個就係佢嗰個現象咯，或者佢喜歡一啲比較性感嘅女性啦，或者身材好嘅女性啦。感情中挑剔咁啊，容易見異思遷。咁啊，其實咧就貪狼嘅人咧有一個獨特嘅地點咧，就好難揾女朋友嘅同男朋友嘅，即係話咧好鬼孤獨㗎。其實分分鐘咁啊，同你所個表象唔同㗎，因為睇相嘅時候咧貪色紫微貪狼嘅人咧，成日都揾唔到女朋友。好啊，婚姻不利，點解揾唔到？因為樣貌嘅問題，樣貌影響咗佢嗰個人生。即係如果佢好似頭先咁講，佢靚仔嘅乜都得；如果你靚仔唔係靚仔嘅話，你就乜都唔得。咁啊，婚姻不利係啊，冇錯。咁係一個生死離別嘅一個格局嚟嘅。咁啊，即係話咧，夫妻分離或者早死，一方早死，我死或者你死咁樣咯。呢個係會影響咗佢嗰個往後老年嘅時候咧，孤獨嘅生活。控制欲強係冇錯，即係呢個係一定係追求過度控制嘅。謹慎交友係啊，冇錯。其實紫微貪狼嘅人咧嘅即係用咗好多界線咧去好多界線啊，好多方法咧去篩走嗰啲唔係佢想要嘅朋友嘅。咁啊，事實係好唔好咧？係唔好嘅。因為咧，佢篩走咗之後咧，剩翻嗰啲咧未必好嘢嚟㗎，係垃圾嘢嚟㗎嚇，好奇怪呢個。即係所以咧，有時紫微貪狼啊，對於人際關係咧，就盡量以博愛為原則就好少少。如果以話篩走啲男朋友，用啲專注啲喺啲知心朋友身上咧，咁啊其實咧，即係可能你所付出嘅咧就比較多，咁啊別人咧就付得少。到最後嘅時候咧，就反面承受咧，就大有人在。我話俾你聽。咁啊，重視家庭嘅生活，咁啊家庭方面咧，我相信要到中年嘅後咧，你先會有咁嘅情況。即係當有啲生離死別嘅時候咧，先至會專注家庭嘅成員嘅健康啊之類咁嘅嘢。綜合影響紫微貪狼嘅人咧，社交力係咪強咧？早年如果樣貌好，係咪多才多藝？一定係。尤其是佢做嗰啲木工啊，初期做學徒木工咧，後來做大師傅咧，佢個才藝先會走出嚟嘅。即係好似紮鐵咁樣，開頭紮鐵佢係做跟班嘅話就冇乜嘢，但係當佢紮鐵做咗師傅之後咧，佢嘅藝術咧，藝術氣質就走出嚟，即係多才多藝就走出嚟，即係。點樣屈法啊？點樣咁樣即係好多創意走出嚟。咁啊，點樣有啲創意走出嚟？因為受破軍星影響，即係破舊立新嘅想法。好有成就，競爭力強，冇錯。較好嘅注重物質。感情方面比較複雜，婚姻需謹慎。講完紫微斗數貪狼啦，有一樣嘢咧就大家就唔好睇為貪狼飯主，點會成日見到啲紫微貪狼同宮嗰啲命主咧揾唔到女朋友男朋友嘅咧咁樣？原來咧同個樣貌好有關係嘅，因為咧貪狼咧就一定要樣靚嘅，一定要俊男俊美先得嘅，即係先行到個紫微貪狼。即係貪狼又代表即係一啲叫醜陋嘅男性、醜陋嘅女性嘅，即係話咧佢好極端嘅。貪狼可以好漂亮啊，點解咧？佢可能信奉即係一個如果你係一個好英俊男俊美嘅話，你乜都得嘅其實
如果你姊妹貪狼，但係咧貪狼有個特點嘅，就係話咧佢可以係好核突嘅個樣，所以咧好多時咧睇相咧，如果淨係揸住個面盤睇咧，你唔知道佢將來發生嘅事，因為同個樣好有關係嘅，同個樣好有關係嘅，真㗎。因為貪狼咧係輔助呢個紫微喎，貪狼係女性嚟嘅，係女性嚟嘅，女性悅己者容啊嘛。如果佢樣唔好嘅話，佢根本就同個紫微咧就兩個對抗噶嘛，因為你係個飛奔嚟噶嘛，所以就即係有翻咁上下先得㗎，話俾你聽個樣貌先至可以行運嘅，行唔到運咧就乜都行唔到嘅。